后来继续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提出着倒个案，传出讲国民党有高达8成的立委支持。罗志强讲倒个有战略的意义。若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是强调滚啊改咯，讲将来拢无排除倒个这个选项。但是台中市长罗秀燕甲桃园市长张善政拢无正面来表态，所以针对倒个这个代志，国民党爱个整合。不排除这个选项。国民党主席强调，无排除任何方式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正前提出的祷告，伫咧政坛掀起风波。南亚内部传出有8成的立委支持，目前国民党52席的立委，用8成的支持率来算，尚无有41席的立委同意祷告。倒阁当然它有它的战略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意义。那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倒阁加上总统重选。那我们就期待民进党能够正面的回应。到底敢会推动倒阁？国民党立委的态度无一致，除了党内立委的意见，国爱整合，地方首长的态度嘛爱参考。这边是什么看法？这个让党主席去决定啊。市长是否会支持倒阁？我再次强调也许忠言逆耳，但是苦口婆心，还是希望赖总统能够这时候专心国政。一群就甲炮火送向执政当局，上强的首长对外态度继续暧昧。不过传出罗秀燕最近私底下表示，无赞成大罢免嘛，无赞成倒阁，认为应该要优先处理关系危机。知道怎么看？卢秀燕好像没有要支持你的倒阁说。罢免大战拿赢转守为攻，不过倒阁除了拿赢内部的意见，阁着爱瞧，嘛爱看民众党敢有同意。林伊对内阁的无信任案，敢会阁上演？咱继续看落去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